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一个到了咱天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讲到这个玉手环、金手饰、酸蚵手、马老珠、珍珠龙凤对、金价尖花围、角车挂手龟。来，咱刷落去啦！伊这足侪物件啦，足侪物件。讲我这款的这个洋行呢，上物件拢有哦。伊过来伊讲目夹搭、钉仔腿、鱼膏、起托、香槟堆、茶色湿边、钢尖线。这段咧讲啥呢？佮有哪呢？佮有目夹搭，佮有钉仔腿，就是讲手鞋，迄鞋后底叫做目夹搭，钉仔腿就是讲腿啦。讲这物件嘛有咧卖啦，嘛内底嘛有啦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叫一颗腿叫钉仔腿啦钉仔腿。过来鱼膏起托香槟堆，有鱼膏起托加哪咧加一对鱼堆香槟堆就是一对啦一对的鱼堆啦还有哪咧？那像百货店啦茶色湿边钢尖线，这个钢这个钢就是烟了，就是干啦含什么话就是讲有三项物件啦有茶色湿边甲尖线，茶色就是用木材做的头毛丝啦湿边呢就是呢做捌的迄头毛丝较捌的我会记以前咧，我定看到阮阿嬷伫遐咧用这个湿边伫遐咧热头章做捌的捌的这创啥你毋知影？伊是用这来咧这清除这个湿布。过来还有啥呢？伊真来反甲这个百货店内底所有物件拢介绍出来啦爱较牛的什么呢？毋知，伊用亚运的方式甲斗起来啦。过来像即阵呢伊就开始咧，开始亚运这个碗这个碗。过来万年红盖尖盘，万年红是咧讲啥呢？高级的红纸，因为这款的红纸规年烫天，当年呢拢袂褪色所以叫做万年红。过来咧盖尖盘啦因为听讲过去呢漳州的盘呢上界出名。过来乌弦白切乌拍线，这咧讲啥？那像这嘛是咧卖杂碎呢，有各种无共款的丝仔线，乌弦白切乌拍线，这拢是讲丝仔线。乌弦线就是白头毛的丝仔线啦，白切呢嘛是白切线乌拍线安尼这三种拢是丝仔线的意思啦过来呢讲到色地泥色有石青话讲石青、金黄椰兰盘我以前呢有另外一个版本讲高兰盘椰兰盘这什么意思呢？这指色彩色地，有各种无同款色地的盘。什么盘？有石青盘，有金黄盘，有椰兰盘石青呢就个华语来讲叫做暗绿色的若金黄呢就是咱来淡黄的若椰兰呢就是白朴色的这拢色彩啦拢色彩过来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加剪刀、李顶琴，有什么呢？有加剪刀，有李顶琴。咱来解说一下加剪刀呢是短的刀柄叫做加刀若长的刀柄呢叫做剪刀所以呢通常呢咱来讲加刀是讲加剪所以其实两个物件是相通的啦不过有一个是长的，一个短的刀柄叫做加刀，长的呢刀柄叫做剪刀合作的讲通常叫做加刀是讲叫做加剪李顶琴呢就是咧称黄金啦，称金啦现在汉药的细枝青啦若咧这称地公的叫牛若咧称果子的呢叫枋叫做枋还讲叫做青所以呢这个李顶琴这顶是咧讲顶金顶药就是用顶像这嘛有咧卖啦好咱今日介绍到这，咱期待后一次空中再会。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